对啊，爸，俊杰哦嘛有替我好啊，卡死你俊豪呢。你后加班也是出差哦，一定爱叫俊杰陪你哦，好不？知啦，知啦。对啦，讲到你甲俊杰哦，恁两个是不是认真伫交往啊？爸，你还能吗？很失礼呢。我做电话大家拢嘛就认真呢，会不会聊天？好啦好啦，是讲俊杰哦，人是袂歹啦，啊，不过因兜背景遮尔复杂，啊，问题遮尔济，啊，你想想？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超幸福的，多谢你的祝福。爸，你应该回去困啊吼。奇怪，我哪去做着这个恶啊？我应该问着俊杰才对啊。可心，去叫俊杰来。哦，好。妈，打这新闻哦，都是唯恐天下不乱，咱莫相信伊写的啦。妈，啊无，小等俊杰出来啊，互我来甲伊讲啊。啊无，我烦恼你若愈介意，伊愈坚持要甲慧婷做伙，安免安怎对无？唔免，这件代志我处理。阿妈，你找我？家己看，竟然互记者翕这款相片，无你是要阿嬷硬死是无？阿妈，我甲慧玲是互相意爱，啊，连是这个甲阮偷翕的人，真正是作失的。俊杰，刘慧婷是教你还阁迄个陈立凡安尼同齐伫咧交往呢？啊？你还互伊骗甲戆戆死？进前可心讲了真对，刘慧婷就是要利用你的感情，对你的身上得到好处，再来诱拐你。阿妈，我甲慧婷爱的就对方尔，总了无第二个啦。我唔管你解啥。若晴因阿公是咱一片的大股东呢，那因为这件代志，因阿公甲伊一片的股份，规个拢卖互恁阿爸，那恁是讲对咱一片，对咱理解未来影响偌大，你知无？阿妈，我知你甲吴若晴阿公交情足好的，是真好的朋友。不过若是因为我无介意伊的孙，伊就用这方式要来听我一片。原来我感觉这款朋友嘛无值得你交陪啊。俊杰，你莫遮尔天真好无？生理场顶，谁咧甲你交朋友？谁互你上济好处，谁就是你的朋友。搁再讲啦，你即马放弃热情，无介意，你选择甲公司的同事做伙，你想啦，热情因兜即刻会跟吞得落去。俊杰，你一定莫搁遐尔坚持啊！虽然我嘛无啥介意迄个何若晴，啊，毋过至少伊任何方面拢比刘慧婷搁较适合你啊。因兜伫美国，毋但是有钱、有地位，又搁有人脉，而且伊投资几啊间公司拢足趁钱的。啊，毋过刘慧婷因爸爸就只不过是一个卖面的，无伫家己外面，还搁有这辈问题。因两个人的条件差遐尔济。目睭刻要选，嘛无可能去选刘慧婷啊！你讲对无？多谢恁大家这样关心我的感情。不过既然我已经做出决定啊，我就一定会守护我甲慧婷的感情到底。俊杰，你是真正拢听无阿妈讲的意思是无？阿妈，我听有你的意思，若像这件代志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处理的。若晴即马就是要甲你结婚，假使你若无甲伊结婚，因兜就甲咱一片的股份全部拢卖掉，你是要安怎处理？慧婷这件代志，我会想办法去解决，而且我袂伤害到任何人，因为我要参照你，就该要用一寡卑鄙的手段，做出袂见效的代志尔。啊，你是讲之前迄代志哦？我已经解释过啊，迄件代志拢是误会。你甲讲一摆。俊杰，莫安尼，阿妈搁对你。
俊杰，你莫有我的代志，想要来转移话题啦。你即摆若唔听阿妈的话，无会对你公司失相，那是安尼，阮大家对你最失望的。妈，咱是毋是会当互俊杰搁一点仔时间去消化这个代志？啊，假使若晴因迄边对咱兜真正有啥无谅解，无安尼啦，我飞美国一转，我亲身去因兜，甲因兜的人解说啊，或者是咧，你感觉安怎？你安尼做，毋就是同意俊杰甲迄个刘慧婷交往？妈，其实也无差，你想看卖啊？因两个人若真是做伙了，因有足侪的问题，爱等因去解决。啊，到时阵无得卡，因都无共款想法啦。刘英，你随甲刘慧婷死头路，因若私底下伫咧见面，我管你袂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无希望伫咧公司讲再看到刘慧婷。阿妈，假使你若真正要甲死掉，那呢，你得连我做伙死。你即摆是咧威胁我？你莫掠准讲你是我的孙，我都唔敢安尼做。莫安尼讲话，莫甲阿妈安尼讲话。阿妈，是的啊，有一寡话我若是要讲出来，我件代志可能要到尾啊，无就受煞。我真正认为我甲慧婷交往无啥物唔对。我甲慧婷自离开公司了后，对一品就是尽心尽力。就算你把我做总经理，阮也是同款，会为一品付出。因为阮对公司有感情，对食品有热情，阮是真心想要把这个工作做好的。阮大家拢想要甲工作做好，要毋过你即摆为一个噪音啊，害公司失去若是因兜帮助的机会。拜托一下，你嘛有阮大家想想一下，好无？我的人生自我出世，都为着大局设想。我即摆只不过想要为我的感情做主，选择一个会当花甘啊，为着我的人生更较打拼的另外一半尔。我安尼做到底有啥物唔对？俊杰，感情是会用来培养的啊。啊无呢？你和若晴一年的时间，可以陪伴伫你的身躯边，莫遮尔紧就做决定，好无？阿妈，我自细汉就介意慧婷啊！你讲你要让若晴一年时间来改变我，你想敢有可能？所以阿妈是的，你讲的这我拢做袂到，因为我是绝对无可能放弃慧婷。俊杰，你别高兴，我嘛叫你做伙去。俊杰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。咱最近为着刘慧婷，规个人拢改变。我为所做的安排，拢是为伊好。结果呢，伊用啥物态度对待我？你才讲威胁我啦！好啊啦，你莫遮尔激动啦。这件代志，不管安怎你拢爱处理好势。啊若无将来总经理就互准互做。我无爱一个唔肯听我的话，唔肯为公司设想的人做总经理。他做嘅代志，咱就交互伊家己去处理，咱就莫插手啊。你看现在那是你干嘛来弄回啊？这个鬼头你是咧做啥？俊杰，你看啦，你快点甲我啥拢叫歹去啊！你莫后要讲，是你先动手的呢，佮甲我扫，我差到半都唔知无说会救着你的衫。可是你现在要甲慧婷杀啊？你该使莫一直找伊麻烦？啥物我找伊的麻烦，是伊找我的麻烦，好无？我真正就讨厌伊的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若是拄着伊，我就足衰。即马连你嘛足衰，你敢知影？你甲伊看这个报纸，甲你写到安怎？恋爱脑，互刘慧婷骗甲玲珑色，无爱千金大小姐，爱伊这个劈腿女。是，你嘛知影我甲慧婷还有一凡自细汉大，足早就熟识啊，而且阁是好朋友。
亲像报纸写，迄拢毋是真诶啊，拢是假的，拢黑白写。到阮下姐你也咧信，假说你若是真正相信哦，我就对你真正出息无。谁知影是安怎？无你靠，伊即马就是想要利用你的感情啊！不是，你若是搁继续对慧婷有偏见，咱咧恐有一天我会离你愈来愈远。俊杰，你哪会当讲这种话啊？你为着伊，无爱伫我这小妹啊！我只是唔甘你为着伊，甲阿妈起冤家，我真正足唔甘的，你敢知影？恁几个人是咧讲啥？讲这激动。慧婷，这报纸你嘛讲的啊？慧婷，来走。俊杰，俊杰！你最好，你叫我莫甲你去台中出差，讲要甲刘慧婷告白，结果咧，啥那到最后是俊杰甲慧婷在交往啊！哦，你真正是足无路用诶！自细汉到大汉，啥物代志拢输予俊杰，即摆连处女朋友嘛输予伊。我甲你讲啊！阿嬷哦，一定会阻挡因两个人做伙，到时阵总经理一定会是俊杰，不会是你。你小心！我跟你讲，你家己个宰掉，再是俊杰，应该甲迄个交伫我身躯顶。妈，啊，这么晚还袂困哦？我若来想着俊杰代志，足硬的啦，应该拢困袂去。啊，咱俊杰哦，自做囡仔时拢安尼，性情足温和，足乖足听话呢。啊，那即马一个甲刘慧婷交往哦，规个性情狡辩啦。哦，安尼想无，唔知要安怎处理，真正哦，愈想要头壳就愈疼啦。啊，到感情的代志本来就是安尼啊，你愈反对，因愈坚持。我是感觉哦，咱来换一个方式来去处理较好啦。啊，咱陆亲阿公哦，一直讲叫咱俊杰含陆晴安尼赶紧结婚。啊，谁知影偏偏这时阵哦，啊，咱俊杰冇这出的啦。时间哦，若真是不甲这两个少年的变面哦，安尼会影响到咱的交情呢，要安怎啦？而且俊杰伊毋是戆人，我相信伊会找到办法来解决这个代志啦，放心。为着俊杰甲陆晴的代志啊，哦，本来是一件天大喜事呢，啊，结果即马吼，煞变做上介麻烦的问题啦。